好，来继续来到彰化市，70岁以上的长辈时代，一透早拢领到一包大红包。彰化市公所这28天来，拢会伫咧过年前发敬老金，一个人6000块，总共发出着1亿8千多万，是全国上大手笔。其中有7000多的长辈选择领现金，所以有4500多万的现金，一透早就送到当地，佮出动警察来互抄。 1000块现金一沓一沓，先用点钞机算过了后，再搁由公所的人员甲里长详细搁算一摆。70几万了哈。钱真的是有够多，大家详细核对，就惊讲有订单。这是彰化市今年过年要发予70岁以上的老大人的敬老礼金，一个人发6000块，总共1亿8千多万，这是全国上大手笔的。其中有7000多个人选择领现金，透早4500几万的现金就送到当地了后，伫原件介护下，里长经过清点，摕登去发放。6000，哦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天气虽然真寒，还阁有6000块通摕，这老大人拢真欢喜。 真欢喜无？有哦。啊，你哪会买寄口罩要领现金？领现金哦，有快着的现，拢有较快乐。现金好有通用，哦，有通用，真有通用啊！市公所讲，今年干那这7000多个人选择领现金，其他的拢是直接用汇，甲去年比较起来，总发放的人数加1000多人。礼金来源主要是税金，这未影响到其他的建设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